国内逐年差不多有2500多人需要接受这换心脏瓣膜手术。不过，这生物组织的瓣膜年限是10年到15年，那时间到爱换，对一寡老大人来讲，这是真大的负担。台北营总今麦有一种新的技术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常常晚上就是没办法睡，躺下去以后就不能呼吸了。 暗时忝也袂当困，报先生过去因为扩大性心肌病变引发严重的心脏衰竭，甲离间瓣膜的倒流。本地已经咧评估要做等换心脏的手术，不过台北杨总用经导管心房终结离间瓣膜的地方手术后，今麦已经正常生活。以前会喘，非常喘，走楼梯很累，现在已经不会，现在每天保持运动1万步，走1万步。 另一位罗先生嘛，因为瓣膜退化，求诊来复原。杨总表示，过去病人只通选开心脏，也是对心尖开细孔喙来放经啊瓣膜，心脏筋膜拢会受伤，手术功能降低。但即马只要甲导管的经啊放伫原本已经退化的组织瓣膜就会使，孔喙嘛足细。 传统开心手术，我们可能要住2个礼拜到3个礼拜，这是在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的情况之下。那经导管的话，其实快一点的话，大概2、3天，基本上立刻就改善，而且我们有一些病人做完之后，那很快就可以下床。 除了治疗风险降低，嘛，互等要换心脏的人通延长等待的时间。杨总嘛表示，目前台湾每当平均有2500多人接受过换心脏瓣膜的手术，但是生物组织的瓣膜寿命大约10至15天。新治疗嘛，互高龄者降低开心脏手术的风险。记者陈阿木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